后来，过来是宜兰东山乡有一个旅游客，骑机车骑到俊威路的时阵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附近的店家听到声音，马上冲出来帮忙。唔那帮忙报案叫救护车，佮提出着纸板甲雨伞，帮伊来热日头。记者重回现场，发现害人跋倒的是路边的树藤。附近的乡亲讲，这个树藤拢超过路边的白线路，应该爱来清理，也若无骑车经过真危险。监视器画面，一台双载奥多麦经过了后壁，这台白色奥多麦向倒去，女骑士面向涂骹勒残。昨下晡3点半，为台南去佚佗的一个姓林的小姐骑车经过宜兰东山的进威路冰签，附近的店家一个听到声随冲出来，当时这个路面真烧，这个店家惊讲天气真热，赶紧用纸板雨伞遮日头，请店员赶紧叫救护车。下晡空班啊，我坐啊食饭，就对啊跋落来，我就紧冲出来看咧。日头真大，我紧摇雨伞来甲拄的，我惊伊日头晒安尼，伊就晒在裤骹啊，规个面拢灰安尼。白色机车倒入路边，车头阁交一条长长的树藤，这敢若就是原因。伊当时甲朋友要去梅花湖，敢若是无细日去交流树藤，才会互伊勒残。回到车祸现场，大路边这个树丛满满是，这个水沟边啊，有真侪树蛙，平常时无人会去整理。若是骑车经过遮，想我路边恐惊就有危险。伤出来啊，水利会拢无来用。是爱清啊，无伊个拢发生出来，拢已经踩到白线，人桥都歹危险。加在附近的店家随出来斗相共，这个女骑士干那头甲司机有外伤，无造成严重的伤害。